結交匪人，乃係劉正風個人之事，與旁人無關。南岳衡山派若非同流合污者，亦請到左手。左盟主亦決不加以追究。師弟，你哋師弟，你兩個點啊？弟子自幼受師門重恩，義不相負。弟子決恩師，同生共死。好，大蓮、慧兒，你哋呢番說話已經好對得住師父。你哋都係過去為師所做嘅事，自當一力承擔。師父，你老人家嘅事，即係弟子嘅事。邊個要殺我恩師，就先殺咗我，冇錯。不識抬舉！你哋嵩山派先殺我弟子！企度！劉正風，你唔好亂嚟啊！小心我將你一家大細送入黃泉啊！阿爹，相公，丁師兄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你挾持人哋嘅家眷作要挾，豈是名門正派所為啊？定日師太，劉正風勾結魔教，以入魔道，佢何嘗唔係挾持住我費師弟？劉某唔敢用費師兄嚟要挾你，劉某只係向兩位求一個情，求咩情？求你翻去轉告左盟主，准許劉某全家歸隱，不問世事。劉某同曲大哥以後亦不再相見。劉某隱居海外，有生之日不再踏足中原半步。好，咁樣大家免傷和氣。丁師兄，你應承劉師兄啦。劉正風，你冇資格同我討價還價，快啲放咗個費師弟！你唔應承，我亦都唔會放。咁你就唔好怪我手下留情咯。飛兒，你怕唔怕死？孩兒聽從父親嘅說話，孩兒唔怕。乖仔，好，起啊！你嵩山派俾魔教，仲要我讀個千百倍啊！混帳，人嚟殺！你個畜生，濫殺無辜！師父，師太，請讓啦。各位，劉正風勾結魔教中人，危害武林。正所謂正邪不兩立，凡我五岳劍派中人，應該出手誅之。如果稍有婦人之人，放虎歸山，日後定必後患無窮。劉師兄，定日無能為力，你自己保重。定日師姐保重。你對劉某恩情，劉某銘記於心。保重。我哋走。丁師兄，雖然劉師兄勾結魔教，但係罪不及妻兒。如果濫殺無辜嘅，將來必定受人非議。丁師兄請三思，千萬要手下留情。岳師兄言之有理。細路仔，如果你肯向我跪地求饒嘅，我就饒你一命；如果唔係，我一劍切咗你個鼻哥落嚟，挖咗你雙眼。
坤兒，你大哥同二姐寧死不屈，死就死，有咩好怕？但佢哋話我傷眼落嚟嘅。到咗呢個地步，難道佢仲會放過我哋咩？劉正風，如果你肯殺咗曲陽嘅，我定必留你哋一條生路。阿爹，你殺咗曲伯伯啦！畜生！咁嘅說話都講得出？劉正風，令郎就比你識時務得多啦。嗱，細路仔，如果你向我跪地求饒，我一定放過你；否則，我就先割咗你個鼻落嚟。我只係數3聲㗎咋，1、2。我求你放過我啦！你個畜生！你點對得住死咗嘅娘親、死咗嘅兄姐？細路仔，我而家要你當住咁多英雄面前數你阿爹嘅不是。我求你放過我阿爹啦！哼！你阿爹勾結魔教中人，以後佢咁做法啱唔啱？呢啲咁嘅人該唔該殺？點啊？你唔肯講係嘛？你唔講，我哋一劍殺咗你㗎喎！講啦！該殺！該殺啊嘛！好，從今日起，你就唔係劉正風個仔，亦都唔係南岳衡山嘅人。我姑且饒你一命。姓丁嘅，你贏咗啦！你無謂再多傷人命啦。劉某今日就自行了斷。要即刻睇新聞女王，梗係要去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費 download 啦！